睇下詳細嘅內容。領匯股東會通過擴大收購對象，考慮收購工廠大廈改建成商場，而現階段未有具體選址，但就表明唔打算壟斷某一個地區嘅商場生意。目前業務主要經營公屋商場同埋停車場嘅領匯提出新計劃，人流商戶都唔多嘅工廠大廈，日後有機會搖身一變成為商場。領匯發言人喺股東會後話，正商討緊多個收購項目，會考慮收購工廈改建成商場。我哋今日通過嗰個決議呢，就係話我哋係會將收購嘅對象擴大嚇，我哋可以考慮到一啲工廠大廈係可以有改造商場嘅可能嚇，或者係一啲呢係物業咧嚇係可以最後呢作係商業嘅用途嘅嚇。咁呢啲對象呢，就要係即係有合適嘅選擇。計劃改建嘅工廈規模有幾大，改裝嘅商場會坐落喺邊一區，幾時落成，通通未有定案。領匯發言人重申，即使有收購目標，亦都要逐一研究可行性，亦都冇打算要壟斷某一個地區嘅商場生意。雖然改裝工廈嘅選址未有定案，但領匯話會考慮項目嘅回報率、前景以及同現有業務嘅協同效應，亦都要考慮更改土地用途嘅可行性。領匯上市之後，主力經營公屋商場、停車場同埋街市。今次打破慣例，領匯發言人解釋，領匯唔希望業務局限喺公屋商場，打算擴展至非政府物業，甚至長遠收購香港以外嘅物業。而受制於地產信託基金條款，領匯唔可以買地，收購物業係唯一嘅方法。領匯話有充足嘅資金進行收購，亦都唔排除任何合作形式，但同發展商嘅合作機會唔大。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道。領匯一路都係做開屋邨商場，咁依家連工廠都想做埋，咁學者同埋商戶點睇呢？何永康佢哋都擔心啦，領匯咁樣做唔單止進一步擴大佢哋喺零售業嘅壟斷，長遠呢就要多啲資金收購工廈，小商戶加租嘅壓力呢亦都會增加㗎。領匯股東會開會前，有團體喺門外請願，要求政府回購領匯商場。部分人同保安推撞。人哋股東你都唔俾人哋入啊！喂，有紙都唔得，搶住我哋香港人嘅資產。有領匯小股東不滿。你係唔係想打交？領匯監察話，領匯旗下嘅屋邨商場瘋狂加租，要求政府介入。我哋一定要透過咧回購領匯啦，即係政府作為一個大股東啦，去回購25%，咁咧成為裡面嘅大股東咧，先至更加有效啦去監察其實領匯佢日常嘅運作啊。喺領匯街市，商戶擔心領匯收購工廈，變相擴張壟斷版圖。梗係驚啦，其實即係等於壟斷啫嘛，即係差唔多。而家香港咁多即係以前政府嗰啲全部俾晒佢，咪即係壟斷晒咯。佢哋話點就點㗎啦，我哋冇得選擇嘅。租金梗係犀利㗎啦，佢要不斷咁搲緊啊嘛。領匯自05年上市以嚟，收購咗180個房委會屋邨商場、街市同停車場，舊年亦收購私人商場。據領匯估計，依家全港超過40%嘅住戶居住喺領匯零售設施旁邊。佢哋屬下零售設施近年每年都加租，上年度平均呎租超過38蚊，較對上一個年度加租9%。領匯收入亦水漲船高，可分派收入總額上年度有近30億，按年升近20%。有學者擔心，領匯需要大筆資金收購工廈，加租壓力進一步增加。以往都係翻新商場啫，都係有限啫，但係而家你係成個工廈，你想買翻嚟咧，個成本咧就會更加大。咁所以將來佢嗰個資金或者係現金流嗰個數字咧，其實都好難會有一個比較靚嘅數字出嚟嘅。咁短期嚟講咧，佢即係未見有盈利咧，會先即係有一個即係可能會有一個赤字喺度。喺銀行佢借唔足，咁佢可能會向現有嘅有盈利嘅項目，譬如佢啲屋邨商場啊、停車場嗰度埋手，可能會再加租啊、加價都唔定嘅。佢又認為領匯嘅網絡不斷擴大，小商戶未必容易揾到鋪位。如果工廈都收購埋，壟斷能力越嚟越大。團體就希望政府回購領匯，不過政府發言人回應就話啦，回購領匯係非常重大同埋複雜嘅舉措，政府依家唔會作有關嘅考慮㗎。